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俗语咧讲，千变万化，唔值得做化。意思就是讲，无论时局安怎变化，运气若好，就有好的结果。今仔日要甲大家详解这一字，就是“做”，读字好做第7条。大家字典解说讲，这个“做”有做甲创的意思，咱讲创造创造。另外生话，咱讲是做圆做扁。有的词会固定用“做”来做动词，像讲做船、做桥、做塔。结婚古早讲是做家教，另外做路铺路，有人讲是做路。起墙位啊，古早有人讲是做墙。啊，若囡仔咧乱，有时阵大人讲囡仔咧造反，互人福利利益，咱讲是造福。啊，若造化是运气的意思。带大家做伙来详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造话，意思就是生话。古早嘛有人讲是造妖。第二个词读做造化，也就是命运运命。较早字典解说讲，斗造化意思就是冒险，造化是幸福幸运，造化唔是就是不幸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阿明做人算是济人学老，较无人嫌，有公道的目孔赤，造话想要来中伤伊。本来想讲这是伊的造化，无想到讲生理全然无受到影响，颠倒搁较加压。今仔日详解这一字读做做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